整个我们这一次的工程总共有营造有664公尺，从我们的海巡署一直到龙岗天桥这一段。那过去这一段，因为它是一个三面光的海堤，而且它整个的旁边的一些绿布都是迎合湾外来走，所以我们特别为了改善这边的一个环境营造，在3线的植栽方式，用绿布种乔木、灌木。那另外迎合湾我们整个去除之后，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抚育的方式把它做去化。我们这边有3大亮点，一个是昆生的广场就是这边所在地，中间有一段是昆生的细造平台，在尾端有一个昆生驿。那这3大亮点都是一个可以停驻休息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点。暑假的时候，我们就曾经跟六合区这边合作了一个环境教育的一个课程。我们龙岗国小的小朋友呢，就在六合区的引领之下，到我们的昆生海堤工程这边的园区，进行了后叶牵牛、台江国家公园这样濒临绝种的植物的复育工作。所以呢，将来呢，等到我们这个工程完全都已经完工之后，然后变成是一个除了休憩的一个地方之外，其实因为龙岗国小就是在旁边，就会变成我们一个环境教育一个很好的一个场域。台南市海岸线是北从巴掌溪南到二仁溪口，那这个总共长度是69.2公里。那这么长的海岸防护，那行政院在109年5月的时候就已经核定了台南市海岸防护计划。台南市海岸防护计划由各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来办理防护。那比如说我们在北门这边，就是巴掌溪到集水溪口这一段，那就是由水利署第6河川局跟林业署来办理七股溪湖跟北门溪湖这一段。那这一段呢，除了我们农业局跟我们水利局以及6合局都有在做相关的一些养滩，或是来做海堤这个加高加固就中央的水利署以及林业署那我们台南市政府以及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针对这一些海堤的防护海岸的防护我们都会积极来做而且投资了非常多的价金我相信在这样的努力之下，我们可以确保台南市的海岸防护台南市的海岸是可以稳定平衡的。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从台南的海岸线很长，将近要70公里长。那所以说，从北门这边一直到我们南区这边，那中间有经历过很多的海岸或者沙滩，不管是沿岸或者沙岸。那其实对于海岸的保育是很重要，因为中间有蛮多地段是侵蚀很严重。譬如说像黄金海岸。这20-30年、20-30年来，海岸线都倒退了将近100公尺，所以坦白讲，大家很努力，那努力把固滩、把海滩这个守住，一方面守护国土，这是最具体的概念了。那我们今天在这个昆生海堤，那这个部分很谢谢第6河川局他们的帮忙。那不仅是把这个国土守护下来，也这个营造了一个亲民，而且让民众可以接近水域看这个夕阳，或者说来这边休闲游憩的一个好的地方。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1月13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185万人口当中，65岁以上有34万外人，大约占18.6%。议员吴玉环实际调查发现，有一寡弱势长者想要租厝，但是根本就无厝头家愿意租厝给因。对此，市府回应，将会加强对厝头家的宣导，未来也将会提供部分社会主体，予长者来住。议员吴玉环上午的市政总质询，首先依着一份中介租屋网的民调，
表示65岁以上的长者想要来租厝，大约有9成的厝头家无愿意。加上家己实际电话实测，不管是60岁以上，或者是降为50岁，甚至家己40几岁，厝头家嘛无一定愿意来出租，只愿意租予学生或者是刚出社会的少年人。因此，就长者租厝的无容易，提出甲市府来探讨。老两口们自己搬出来租房子住，但是房东一听到他们要租屋很快就会拒绝。房东强调他们只租给学生跟年轻的上班族，理由是年长者的年纪跟这些年轻人有相当大的这些差异不仅生活习惯不同，作息时间也有差异所以租屋者有年龄的限制几乎都只限租给这些年轻人。那为了了解租屋市场的实际状况本席根据租屋市场上的资讯一一的打电话来询问，花了整整1个下午的时间，打了超过20通的电话。只要提到是租屋给长辈住就大部分都会遭到房东的拒绝，连租屋者的年龄我都把它降到了50岁房东他也是不愿意松口要出租意愿都蛮低的啦。因为你自己打电话就可以实测看规个波的实测就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对年长者，不只是包括65岁以上，甚至50岁以上，甚至您刚刚提到40几岁都会被拒绝。这个部分我们要来修补这个问题。修补的方式，第一个，看可不可以用一些加强宣导的方式。第二个，我们即将完成的这些社会住宅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提供一部分的比例来优先提供给年长者？议员表示，随着人口的老化，为了让长者食老有所在通好住，伊嘛以台南市目前规划甲兴建中的社会主体。总共8000多户，希望会用提拨部分的比率，予长者来承租。对此，市府嘛回应，会来想办法，甚至连过去学校边学生的宿舍，因为少子化学生减少，市府嘛会来积极纳入考虑。台南新闻林跟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南科学园区近年来快速发展，不止产值突破1兆。超越新竹科学园区，而且就业的人口也超过9万人。议员李文俊一方面肯定市府对南科周边生活机能发展的努力，另外也提出道路甲特定区开发的基点，甲台南市政府进一步做探讨。随着台南科学园区哪来哪发展，唔定产值突破1兆，超越主科。而且就业的人口嘛超过9万人以上。对此，议员李文俊上午的市政专质询，针对南科的周遭生活机能的发展，提出甲市府探讨，包括特定区的区段征收办理基点，以及道路的拓宽开辟等。像啊，咧车因为90度嘛，所以伊要挖的迄个比较无方便。技术讲起来，机车跟汽车会争道。伫遐咧争讲要安怎行，要安怎，有伫赶要人上班，伊就无咧管你讲交通有危险无危险，伊就挖来就过。变成讲车啊，伫遐发生车祸，所以即个恁甲看，因为佫一点，伊会塞车，拢塞去到阮诶，伫要去西拉雅，甚至要去南河，伊拢会塞去到木家寮湾，你甲看遮几大公车。干那遮你甲看塞车透早若要去上班诶时阵，塞车塞到。所以这点你甲看有啥物办法？其实跟立州报告，其实我们现在那个跟公路局银嘉南养护分局工程分局，它现在在规划一个偏心的一个车道。那偏心的车道以后将来就会多一个车道，直接就能够右转进去一个我们西拉雅或者是木家寮湾都可以用这样一个方式来办。因为南科就业带来人口，相对的南科是沿中学的学生嘛哪来哪济。为了疏解学生上下课、公车接运的问题，议员嘛建议，看是毋是会用来增加班次。对此，交通局回应会来会看，看是要增班，或者是调整车型来改善。台南新闻林跟张硕维采访报道。2024年，台南市的消防月历甲形象影片正式发表。这届以着城市英雄卫心出发来号名，要互民众进一步认识这阵守护咱城市安全的消防英雄。
预防火灾、抢救灾害、紧急救护，是我们的3大工作任务。画面当中，消防人员穿着专业设备，赶到现场救出受困民众。这是台南市消防局自2024年的消防卫历形象影片，展现出消防员执勤时不同的样貌。大家可以看到台南市的消防阅历的主要特点就是不卖肌肉，但是卖我们的技能。因为我们的消防技能、救灾技能、抢险技能都是6都非常杰出的。今年台南消防卫历为不同的紧急现场甲专业领域去呈现，包含地动、水系救援、及风火山岛。伫发表会现场，也搁特别示范随地吊挂救援，以及搜救犬、各式消防车，展示台南市的消防实力。那我们在去年到现在，到今年的9月30日为止，我们火灾的发生率是最低的，火灾的伤亡率也是最低的。那最近10年来也都没有消防弟兄姐妹因而这个失去宝贵的生命。我们要维持这个好的传统，而且要努力下去，精进我们的训练，精进我们的设备，能够对于市民朋友们提供更安全的保障。在会中，市长王伟体也颁发感谢状，予支持消防卫历制作的企业团体。社区英雄重新出发消防卫历，总共限量1万2000份，只送无卖。若是介意的市民朋友，只要参加台南市消防局办理的风火山岛活动，就会当摕到。台南市民生活采访报道。112年地价税已经开征，台南市财政税务局表示，缴纳的期限到11月底。为了方便民众缴纳，地价税缴纳管道要真侪种，呼吁大家尽速缴纳。11月地价税开始征收，台南市财税局指出，土地所有权人伫台南市辖区内所有的土地，拢会合并伫一张缴款书上，缴款期限只到11月30号。如果超过规定的时间，就要开始加收滞纳金。如果你没有如期缴纳的话，它每逾3日会加征1%的滞纳金最高会加征到10%。财税局扩大便民服务，增加一个缴纳管道，除了使用现金到金融机构缴纳，也是透过 ATM 以外，税额伫3万块以下，也会当伫超商缴纳。另外，还有一个依法缴税服务，唔免出门，伫厝就会当轻松缴纳。可以用就是说电子支付，或是行动支付，或是使用行动装置就是只要用这些方式扫缴款书上的 QR code， 那你可以用晶片金融卡、信用卡或是活期储蓄存款来缴税这都是非常方便那当然的话，如果你也可以透过地方税网络申报网站也是透过刚才讲的那些晶片金融卡、信用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直接就是线上缴税更方便缴款书已经伫10月23号寄送，若是无收到，会当就财政部税务网站，也是到财税局来重新申请。另外，为着推广依法缴税，财税局制出190份奖品，予民众抽奖，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去缴地价税。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为了鼓励新生种的朋友行出户外，大塘柳营尖山比度假村，每当拢会邀请无共机构的绿色学员到园区参访。今年特别甲台南市树立连心园合作，举办社会关怀活动。40多名学员伫个工作人员陪同之下，欢欢喜喜去佚佗。
柳营尖山比度假村热心公益，清清知影台湾有真侪智能障碍者需要社会帮助以及关怀，为了互更侪人会当关注到智能障碍者的需求。尖山比度假村今年特别邀请到财团法人台南市私立联心园慈善基金会，伫咧11月10号办理爱在尖山皮连心半年行社会关怀活动，希望借此抛砖引玉，期待有更侪人会当发挥爱心。爱在尖山皮连心半年行，最主要这样办这个活动，最主要是说我们跟这个连心园社会福利基金会来办理。那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连心园这边有很多比较智能、比较有障碍跟有点独居的老人那他们需要受到社会大众的一个关注。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呢，也透过媒体的一个传送，让社会大众了解说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朋友需要我们来帮助他来协助他。连心园也颁发感谢状，感谢尖山比度假村对着韩万里的热心关怀。非常感谢咱尖山比咱丁总经理带领之下，互咱连心园科技中心的医生甲工作同仁来这接受因的招待各医院今仔非常欢喜这样的方式来饭菜来招待咱的科技中心的医生甲咱工作人员，而且亲身代表连心园基金会，向咱总经理甲咱尖山比台层所有工作同仁致最大的感谢。连心园的大名不只来到度假村踏青认识生态，也享用了丰富大餐，度过一个欢喜趣味的上午。连心园基金会为了让大名会当自食其力，特别设立庇护农场，生产无毒的蔬菜，佮带领韩万里制作中秋礼盒，以及紫苏梅顶伴手礼。连心园基金会以及尖山比度假村也欢迎各界人士团体采购，以实际行动来帮助弱势团体。记者张锡维采访报道。雕塑大师朱明太极系列的铜雕作品，因为中正体育场征收，所以由专业的运输团队刷到高雄市立美术馆的园区，并且由朱明美术馆典藏维护部进驻现场，展开为期1个半月的修复工作。现场嘛特别开放给民众来观看完整的修复过程。雕塑大师朱明太极系列铜雕作品因中正体育场整修契机，已在日前移至高雄市立美术馆园区，由朱明美术馆典藏维护部进驻现场，展开为期1个半月的修复工作，现场开放民众观看完整修复过程。朱明大师的作品之前是在中正体育馆的前广场，那我们经过市政府这边的一个指示，我们将它移到高美馆的园区，目前在现地进行作品的修复。那我们这次很特别的，就是请求就是朱明美术馆这边的修复师帮我们规划成是一个就是透明的一个防护的措施，希望的话他们在修复的过程可以让我们行经的市民看到大师作品被修复的过程。太极系列的2座铜雕作品各约有3吨重，修复场地特别选在户外开放性空间，就是希望透过大师作品修复过程，让大众认识博物馆藏品修复的工作。那目前的话，作品的修复是进到了上色的阶段。那在整个作品都完成表面的处理之后，我们会做一个防护。那预计是11月底，会完成相关的作品的修护工作。那接着的话呢，大家可以到美术馆的园区逛一逛。12月我们会在园区的某个地方，让这件作品能够长期设置，然后让民众可以跟这个作品有更进一步的互动。修复作业预定11月底完成，在每周1至周5开放参观修复过程，同时也期望参观民众能留给修复师可以专注工作的修复环境。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根据营造甲社团法人1095与闽港文化协会合作，举办渔港生活地景的特展，
介绍印尼、泰国、菲律宾、越南等国家饮食文化特色，以及伫台湾生活地景。展期到12月4号，希望透过展览，互更加侪人认识世界各国移工的生活状况。你知道台湾有多少移工朋友呢？你认识他们的文化吗？根基营造与社团法人1095移民工文化协会合作，4号上午在青埔的根基永续公务所举办了移动之途移工生活地景特展，介绍印尼、泰国、菲律宾、越南等国家的饮食、信仰、文化特色，还有移工在台生活地景等等。希望透过多元角度的展览，让更多人能认识各国移工的生活样貌。今天做的这些策展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说，因为以往来讲，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个移工只是来做工而已，只是一个工人而已。那我们不希望是这样子，我们希望透过今天的一个策展，让大家能够了解说，这些移工来以后，在台湾的这些生活的这些相关的这个细节的状况，然后透过这些了解他们的一个生活状况，然后能够相互的尊重，达到一个共荣的一个目标，这是我们所想要做的一个问题，所以才有今天这些主题。那因为根基营造它其实是有非常多的这个越南籍移工，所以就是这次根基营造就邀请我们策划这个移动之途的展览。这次呢，其实是以他们在台湾生活的空间的这种地景样貌去做呈现，从美食、从消费、从这个信仰到这个阅读，那呈现出了不同的就是在台湾的这种生活的样貌。那在周遭我们也用非常多的这种东南亚元素去做点缀，包含像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斗笠啊，甚至说其实大家比较少看到的是印尼的蜡染的这个布的部分这样子。负责策展的1095移民工文化协会表示，尽管台湾移工与日俱增，劳心劳力与台湾社会打拼，但许多民众常因为语言和文化隔阂，对移工族群有所误解甚至畏惧，因此希望透过展览，增进大家对他们的了解，消弭文化隔阂。其实，在台湾有非常多，尤其是车站附近有非常多像是东南亚的超市或者小吃店。那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倡议也做了7、8年的时间了。其实我们带非常多人走进去，那其实每个人都跟我们分享说，来进去之后才发现，原来没想象中那么可怕。那其实这些元素其实非常丰富、非常多元。那台湾也是一个海岛国家，那其实非常希望邀请大家说，走进这个展区逛完之后，大家可以之后在各种就是东南亚场景的时候，大家可以鼓起勇气走进去，跟他们说声新早，或者说声阿巴嘎巴，然后可以跟他们有一些小小互动这样子。当天根基营造建设总经理黄义芳也到场，与合作企业共同参观展览。他表示，移工是工程建设中重要的工作伙伴，因此公司也规划一系列移工们的相关福利，比如在工地规划他们的阅读角落，庆祝他们国家的庆典等，期盼丰富移工们在台湾的生活，也希望透过展览让社会大众认识到他们的存在，共创美好永续社会。那我们现在的整个的移工，每个到我们的工地去的时候，对一个伙食的照顾这是最先的。我们每一个工地也都是像这样子的，利用这个工地的会建材来建立一个小小的图书馆，让他们来到这个工地的，来到这个台湾的时候，感受到我不会说是很无聊而去读书。然后另外就是说，每年的这些生日，这些平常应该要做的这些生日啊、礼宴啊，或者是聚餐这等等，这是常有。但是我们比较特殊的就是说，把我们的移工去适度的去关怀他们，然后去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这样子。然后平常的时候，我们有我们专案的管理员去关心他，去关怀他，而不至于让他说只有做工而已。另外，展览地点布置在根基营造先前开设的永续公务所，以2手货柜和绿建材打造而成，也在当天获颁了 BS8001 循环经济证书，肯定公务所的低碳设计巧思。而特展展期从即日起到12月4号，每周5、6日对外开放给民众参观。根基营造欢迎大家来到基捷 A19站附近看展，了解我们熟悉又陌生的移工族群，以及有别于我们印象中的低碳设计公务所。记者刘雨婷台报道。感谢你收看11月1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